继续来看，民进党伫个高雄市的市长的初选，这个竞争是真激烈。立委区议员的竞选办公室今仔日启用，现场有来自社会各界祝贺的花篮，嘛要参选市长的两位立委柯志杰甲罗瑞良，人伫个台北嘛大方送来祝福。国民党青年部的前主任陈冠安伫个面册铺文，讲林大华卡着案件防起诉，后一个退出初选的会是柯志杰，所以最后是区议员甲罗瑞良之争。也毋过柯志杰反驳这款的讲法。发生要参选2026高雄市长的立委区议员，在去市过竞选办公室成立，共党的立委好朋友甲在地议员拢来祝贺。前立委赵天麟mau到现场收听。我个人今年唯一的身份就是助选员，我会成为那个邱意莹委员的超级啦啦队。现场嘛，真个来自各界花篮，区议员为了这贵宾心意嘛真有够，准备这美食甲因款待。我们都是非常好的兄弟姐妹，虽然我们有竞争，但是其实我们对于市政愿景的提出，对于很多市政政策的研究，其实都是非常认真。这场高雄市长选战之前，区议员已经准备好啊。另外两位共党的对手无出现，是台北举办甲高雄有关的记者会。邱应委员的活动，我没有办法到，但是我有送花过去了。我的好朋友邱应委员今天初选办公室成立圆满成功。人无够，也毋过心意袂当无，是讲针对国民党前青年部的主任陈冠安讲，就政治现实来讲，这场高雄市长的初选最后是区议员甲罗瑞良之争，柯志坚会退出选战。这纯属他个人的臆测，我就不评论。如果民进党不是提名许志杰，才会支持柯志恩，因为我才是国民党最怕的对手。讲这拢是谣言，讲这是国民党调工介入民进党的初选，将伊边缘化。这涉嫌诈领助理费被起诉的林大华，7月30要到廉政会说明。虽然伊讲调会拍拼证明家己的清白，也毋过随着伊的司法案件，嘛互这个高雄市长的初选加添未少变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